唔係吧？炮台山你都冇聽過？咁整個港島區最核心嘅地段英皇道，你應該有聽過啩？啥情況？咁今日 Candy 咧就同大家嚟到咧香港嘅港島區，無論住喺香港或者間唔中嚟香港嘅朋友仔，都一定有聽過我身邊嘅港島交通樞紐位置英皇道。咁英皇道嘅起點咧，由全球無人不知嘅銅鑼灣咧，就延伸去到北角區，亦即是話港島區最核心嘅地段咧，有一半咧都係屬於英皇道嘅。而今日正正就喺呢條咁核心嘅英皇道嘅英皇道101號，終於入咗伙啦！喺北角區步行返炮台山地鐵站，只需要一首歌時間都唔使嘅英皇道101號，除咗經由呢個地鐵站咧，2個站可以去返銅鑼灣，5個站內咧可以直達灣仔、金鐘、中環，全香港權力核心嘅位置，一線直達全球排名第17位嘅香港大學之外咧，我哋仲要真正地一出門口就有超過20條嘅巴士線來往返呢個中環啦、北角、灣仔、銅鑼灣、九龍新界機場各地嘅區域添。如果有咁強嘅交通因素，你都要選擇揸車嘅話咧，完全係浪費晒呢個市場嘅資源啦。除咗我哋嘅項目基座已經有中型嘅商場之外咧，我哋搭1-2個站啫，就可以去到附近嘅時代廣場啦、希慎廣場、Sogo、皇室堡等等嘅。咁我哋商戶加埋食肆咧，接近有成1300間啦。住喺呢度咧，你真係少啲定力咧，即時幫你銀包減肥成功啦。再加埋我哋港島區嘅14廈網啦，無論交通啦、飲食，再加埋望子成龍嘅引力咧，絕對冇得輸啊！如果想要更加詳盡嘅資料，歡迎喺評論區或者後台俾個111 Candy 會將所有資料極速送上啊！咁廢話都唔多講，即刻帶大家去睇睇，唯一港島最核心嘅區域英皇道101號，究竟現在發生咩事？走。咁就話說啦，我哋英皇道101號咧，單位種類非常地繁多啊，1房、2房、細3房、大3房全部俱全啦。但係嚟到我哋現樓部分咧，老實地講，佢已經賣走咗好多啦。所以而家現樓咧，寥寥可數嘅單位咧，如果想睇咧，記得約 Candy 啊。嗱，講真嘅 ，Candy 唔係話要吹捧發展商，但係市場上邊當中咧，通常500幾尺咧都係做間大房俾你嘅啫。但係咧，我哋英皇道101號嘅發展商咧嘅開則魔術師咧非常誇張，幫你做咗3房2廳，而且最緊要咧有埋個緊存俾你添。入門口開始講先嚇。嗱，門口位置咧，發展商幫你做咗拍卡指紋，再加密碼視像鏡頭嘅 lock 門鎖，非常地好用啊！呢隻門鎖有咩好處咧？平時你有啲朋友仔嚟你屋企，你又未翻到，我哋可以用 Apps 開門俾佢嘅。咁而入邊後邊呢個凹位位置咧，發展商冇晒到，幫你做一個到頂嘅大鞋櫃。剛剛 Candy 數過30對鞋，完全不是問題。嚟到我哋女神嘅小天地啦！嗱，入到嚟整體面積空間，老實地講句啦，真係俾唔到太大俾你啊！始終500幾尺嘅空間做到緊存俾你咧，已經相當地難得啦。仲要有3房喎，入到嚟整體面積空間咧，一個 U 型俾你用盡晒。喺度洗住碗都可以嘆住呢個北角嘅鮮豔靚景啊！而且入到嚟咧，整體個面積空間同埋個氛圍格調都唔錯嘅，用咗淡木色啦，同埋呢個淡灰色嘅設計啦，襯落去相當有型格啦。入邊所有廚房電器都用翻呢個 Gavin 嘅抽油煙機咯、3爐頭啦、微波爐啦、雪櫃用翻 Delicious 嘅，整體個氛圍格調咧出色啦。嗱，嚟到客飯廳部分咧，最令人驚訝咧唔係呢度嘅面積，最令人驚訝咧就係我哋